市府8大联合稽查因为一张公文，将改为各局处来轮流值班。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伫接笔顶前，表示市府经发局伫去年底开会决定，最今年2月开始，将改为轮值来稽查。不顾着所有议会局处有意见，批评主管机关经发局根本是在推卸责任。各机关都有提出他们的异议，认为他们不是专责单位，他们只能就他们熟悉的，比如说公务局。我今天联合稽查，我到了这个地方，我要看我的楼梯间到底有没有符合台南市政府的规定、中央的规定。好，那公务局看逃生到底有没有做好，那卫生局到底看他有没有违反卫生的部分哈。那还有就是说那个什么那一个都发局，你要看说他到底有没有违反规定。所谓的规定是什么规定？他的规定就是说都发局到底有没有违反都市计划法？只要是违法的，你惊死唔敢去处理，然后现在推给各局处，这业务是你的呢，他申请执照是你们呢。议员表示，8大行业主管机关本来就是经发局，现在有着法制、卫生、消防，甚至财税局轮流来主导，其他的局处对着相关的法令并无清楚，却爱主导带队。对此，经发局嘛回应，因为带队必须爱是正式的公务员，经发局目前配置的人力不足，只会以轮值来带队。至于采花的问题，市府副秘书长嘛回应，也是会回归各局处来讨论。个月有20场啦吼，一样有240场，所以人员无法度拢落摆啦吼，所以种阮带请求资源，或是不是让大家局处吼带队官来轮流啦吼，业务拢是阮办，拢是阮遮来承受。业务阮遮是讲带队官的部分是袂当轮，将这个带队官的层级提升啦，安尼对规个有较有帮助。现在的问题是谁带队的问题啦，所以大家所关心的啦哈。那谁带队的问题，当初是因为层级太低，所以把它提升了以后，他现在经发局就面临到正式公务人员不足，所以这个问题呢，那谁带队其实都 OK， 为什么？因为是共同认定，因为当时我决议就是共同认定，到时候讨论出来，然后决议是这个是什么行业，当然经发局一定要提出说明，所以他经发局一定都要列席。整个程序是这样子的。议会国民党团表示，8大联合稽查主要针对特定行业、公共空间的安全进行联合稽查。每个月由主管机关经发局带队进行20场的联合稽查。稽查的范围包括视听歌笑、三温暖、酒家、舞厅、电子娱乐场等。党团要求8大联合稽查带队的一定要回归经发局。是不是违反法令，嘛要有共同来认定。希望权责要符合，才袂去泄露，嘛袂沦为作秀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